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对台用武力的威胁并无减少。咱国防部就对外宣布，对17到18早起，咱加强发现103架次的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数量是创下新高。总统府虽呼吁北京爱停止这款破坏和平的行为，也不过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海峡中线并无存在。中军继续武力恐吓台湾，咱国防部18公布进行103大架次的强机侵挑，创这几年来的新高纪录。国军以处处是战场的思维，融入实时做训练的概念，提升防卫作战的能力，呼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每年7到9月是中军各战区进行联合演训的高峰期，战略学者认为，无排除是年度计划演习。也有可能是因为强军有新的装备，也有为了要展现武力投射能量，才会增加兵力的规模跟强度。因为它这个多兵种、多军种，然后跨战区的这样子这个指挥管制的能力 ，ADIZ 的这个西南边缘到东南部，它这个区域呢也很有可能是在跟这个也许是山东号航舰的这样一个编队海空联合演习，或者是海空联合对抗。中国外交部伫咧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阵是讲，并无所谓的海峡中线。我要告诉你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根据日本独媒新闻的报道，美军计划2025年进前第一遍和台湾迎击规模差不多600到800人的日军部队，伫加州的美军基地接受训练，强化台湾伫咧两岸开战初期的独立作战能力。伊若将要伫咧9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最近伫咧接受 CNN 专访时阵也讲，若是习近平决定出兵攻打台湾，是犯一个正大的错误。美国将会集体入侵台湾的中国军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伫美国访问。伊伫美国的重头戏就是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演讲，伊提出3D 战略。AIT 经理事主席普瑞哲，也有华府地科的学者葛莱仪，拢有对外表示会当理解侯友宜的想法甲论述。也若针对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创下新高，侯友宜嘛向北京发话，爱北京停止这款行为，唔通增加台湾人反感。布鲁金斯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AIT 前理事主席卜瑞哲、华府地科学者葛莱仪亲自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美国时间18日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讲，提出3D 战略协作对话降低风险。卜瑞哲、葛莱仪对谈会内容正保密，各已经了解侯友宜两岸关系加美台关系观点。I think that Mayor Ho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people on the American side were. I think he really conveye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aiwan poses and the work that has to be done not only by Taiwan bu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gether. 在会议中，甚至讲到9日共识。卜瑞哲讲，会议的内容未对外公布，不过双方拢有充分的交流。罗森伯格亲自迎接侯友宜入去 AIT 总部举行闭门会议，会中罗森伯格依照犹太习俗送别一个宾主的苹果果酱给侯友宜。侯友宜把几多遍强调，两岸就要透过对话降低风险，并问到伊甲对话有什么对话的基础。我过往跟大陆有两岸的合作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治，所以用这些我过往的经验，彼此之间会大家取得互相的信任，能够继续的交流下去。公司记者美国华府采访报道。若
其他的总统参选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其副手赖培霞，对今日开始要进行全国的联署。民进党的郭文哲伫昨昏伊是去台东走行程，嘛成立后援会。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以副总统的身份，甲基层的医界代表见面，嘛有提出伊的健保政策。那个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对我来了才知道，但。早10分前，支持者早起到郭台铭的台北联署总站要写资料，却是无多写。立中选会公告，2024正副总统选举被联署人名单总共10组，各自交100万块保证金申请登记。严格假办前一天也坦白讲，若是知影顺利整合就袂送件，引发质疑。更加传出国民党认为，民众党郭文哲则是较稳定，会用谈合作对象，无啥重视郭台铭是不是真正要选到底。我们的目的是胜选。是政权的轮替，参选、整合都是手段。国民党有政党推荐的门票，这张门票要不要坐下来跟在野阵营一起共享？我们会取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郭台铭办公室讲，郭台铭甲搭配副手赖佩霞无政党的包袱，有信心得到中间选民支持。当时团队继续扩编，新增加一个发言人，前新闻台主播陈嘉怡。郭文哲18是到国民党提票选台东成立后援会，各界真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可能性。蓝班的谈得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啊，反正深呼吸，换轻松，继续走就知道了。对郭妈妈何水英伫网络节目讲，后续参选就是要做总统，袂做副手。郭文哲回应，凡事尽力而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是以副总统身份接见基层医界代表。这个健保走到今天，要在下一阶段能够永续发展，我们恐怕是要有一番来进行改善了。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医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医师出身的赖清德提出改善健保制度想法，希望甲医界共同讨论，打造健康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巴西进口专案进口鸡卵出现济争议。中央即马已经展开联合稽查，地方政府为着要防止进口鸡卵流入去学校的营养午餐，嘛拢已经主动咧发动稽查。外界即马是伫质疑讲，巴西进口卵到底敢有抹蜡来保护？农业部是表示，敢若有喷墨保护，啊，毋过嘛强调讲，两种拢是保护卵的方式，外界毋免要意即个差别。最近大家拢伫咧关心进口鸡卵的代志，同市政府稽查学校的营养午餐，则被调查卵的源头厂商确定拢是用国产鸡卵，因为大家拢对卵的品质有疑虑，各地方政府拢主动调查。如查获履约违规，则加重记点。倘记点达20点以上，学校可终止契约。全部的单都是以采用全收的部分，因为在运输过程中，我们也避免这些细菌的滋生。台北市政府食安官、消保官则被到中央特产会稽查调进口鸡卵的资料，结果特产会现场交不出来。市府限19进前提供巴西卵品流向的资料，若无依照食安法的罚3万到300万。虽然中央到现在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但我们就是主动追、主动查，就算亲自上门也要查。行政院只是自今仔日开始，农业部甲食药署连续3天进行联合稽查专案进口鸡卵洗选场，并且公布特产会7个县市总共13个冷链程度的地点，提供各县市政府合区内卵品流向资讯。但是农业部进前讲，巴西进口鸡卵有喷膜处理，会让延长保存期限。不过这马传讲，有内部的资料显示，这批巴西鸡卵并无抹蜡。同样的鸡蛋的一个蛋壳的一个保护，那有一些来源厂它会用涂蜡的方式，有一些来源厂是用喷膜的方式。那以我们所了解，巴西鸡蛋进口的话，最主要是以喷膜的方式。农业部解释讲，无论是抹蜡或者是喷膜，拢是保护鸡卵壳的一种方式。外界无需要伫咧这个问题内面一直说，不过消费者是不是当接受，也该看。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是这份好天，过到会落雷公雨的天气。若日是高温是31度至35度，早暗秋晴感觉较凉，低温是有24度至26度。咱同再来看温度。
今仔日嘛是好天稳定的天气，早起各地温度大约是24度至26度，感觉真舒适。也毋过日时开始高温是有31度至35度。另外，伫中部、西部会小可感觉较热，出门在外就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另外，今仔日同款是透偏东风，伫东南部、恒春半岛有13%雨。中昼过后，各地山区、南部、大台北地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含南部雨有可能会落较粗，而且嘛有可能会单雷公透强阵风，乡亲拢爱细致天气的变化。2023纽约气候周17日时伫联合国总部举办。纽约有几若万的示威者伫街头呼吁拜登政府毋好阁批准乌石油甲天然气，也若伫德国嘛有抗议者伫布兰登堡门顶头喷油漆，骂政府无积极地减少化石燃料。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加重所带来的天灾。纽约气候周17日联合国总部登场，纽约曼哈顿街路17涌入数万名的示威者，举行终结化石燃料游行。We're targeting Biden because he needs to completely reverse course. He's not even showing up to the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what he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earn youth votes and win the 2024 election is to end fossil fuels. 照着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气候周同时举行，拜三也会有一场特别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召开。会中以呼吁各国，特别是 G20 集团的成员，加速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美国目前犹原是全球上大石油甲天然气生产的消费国。环保天数计算，到2050年前，全球计划进行的石油甲天然气钻探活动中，都有约1/3是由美国财团主导。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 approving record number of fossil fuel leases, and we must send the message right here, today, right now, that has got to end today. 另外，德国首都柏林有名代表布兰登堡大门，17互抗击气候变迁的情绪喷黄色甲柑仔色的油漆。柏林警方表示，一个叫做最后一代的组织成员使用液压升降装置对东边的条仔喷漆。警方当场逮捕所谓14名成员，佮对这件财产毁损案件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高雄一个20岁性感的查甫人提供因的银行口座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专以投资虚拟货币的趁钱去骗一个姓吴的女性。这个女性甲新台票92万汇入去干先生的户头内底，发现被骗去了后，提出告诉，要求这个性感的查甫人爱赔伊92万。法院即马是判决讲，虽讲只是借口座尔，毋过嘛是爱赔这92万确定。来关心联合报，劳动部计划要重新启动算点钟的移工的这个名是号做外电看护服务。也毋过其实呢，伫进前已经有办过啊，只是讲效果无啥好，因为按量伤少，做袂起来。劳动部的官员即马对外表示，即马这个外电看护服务2.0会放量申请的对象，和服务的量会当达到经济规模。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的资料统计，7月份台北市有受处平均身高的介绍，一平是108万外，这是创下新高。除了双北、6都加上新竹县市，最近这2档有受处平均的起伏拢超过大约是2成。也若伫台南甲高雄起伏搁较悬，起伏是超过3成5。也若台中的建商最近是正介意去买UGN的土地，因为这地点好，土地搁宽，产权正单纯。这3档台中市区互买去的UGN，上无就有11间。台中南区的这间幼儿园已经互铁片围起来，建筑园区无人使用。啊，毋过伫南区的文心南路甲建筑南路口，这是交通要道，4周围有医学中心甲捷运车站，传出已经互建商看介意，特别变做新建案的用地。又有中山大学啊，然后旁边又都渐渐发展起来，有捷运，有铁路。盖房子的话，他们可能会以什么三铁共构一起，就是打那个名号啊。
伫西屯的这间老牌幼儿园建物看起来起步之啊久啊，嘛传出早就互建商以2.7亿买240平的土地甲建物，目前是用租的方式伫经营。附近的民众表示，遮挖近7期甲九龙动线，未少建商按算伫遮杀新案。不管是住家啊，或是学校啊，或者是那个做一般的小生意啊，这边都是很好的地段。住2住3的用地的话，建商他买来，他当然是盖起来土地的效用最大啦。为少建商锁定购买台中市区的幼儿园，房东是讲最近3年至少有超过11件交易，甲幼儿园的房地产有关系。即嘛因为囡仔愈生愈少，也有幼儿园大部分地坪较宽、地段较好，以及人口较侪这个优势，所以地真侪人爱买。幼稚园它是单一的一个所有权人居多，或是单一的企业，所以它要谈也比较好谈，整合容易。他们的地目的部分呢，通常都是可以盖大额，也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开发强度比较大。房东表示，惠阳6区厝体中建会当争取用这种地，产权地目较单纯，这拢是建商的考虑。啊，不过因为买地甲建筑成本算起来会较贵，房价当然会提高3-4成。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警察局最近有买5500台微型摄影机，也就是咧讲的密录器。啊，不过北出讲是中国货，可能有治安的疑虑。台北市警察局对外表示，即马当在验收，准讲厂商有违反规定，一定会照契约处理。也毋过厂商是对外表示，这只是天线用中国货尔，因认为并无治安的疑虑。真侪外勤警察执勤搬载时，身上拢会挂俗称密录器的微型摄影机，也毋过台北市警察局所买的上新一批密录器，所传出机器顶的天线模组，竟然是中国制造，引起治安疑虑。天线它是属于产品的零组件，那这符合数位部的一个资通讯产品的一个安全的规范。采购案尚未完成验收，所以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针对产品的原产地及相关的资通讯的部分，来做一个严格的把关。根据了解，台北市警察局伫今年度的密录器采购案，一台4850块，拢总买5500台，最后厂商以2600多万得标。也毋过密录器零组件也都是天线模组，煞是对方厂商制造。台北市警察局指出，采购案还未验收完，会请厂商说明。另外，密录器采购未来敢是限制未当用中国製零件，也咧评估。得标的厂商指出，当初是交予设计师设计，认为这款密录器采用中国製的天线模组，效果是相搭配，无治安的疑虑。我这个天线是被动的零件，它是一个很单纯的物理的一个零件而已，它没有主动可以做任何记忆或是发送的功能。这个东西不会有治安的疑虑。业者定称使用中国製零件，并无治安疑虑。那台北市警察局的采购案只明确规定，原产地加软体等原回，袂当是中国地区。治安专家表示，那天线模组无结合有传输功能晶片，治安袂有相大的影响。如果只是单纯被动式天线的话，那它是做一个讯号的加强，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威胁。针对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的使用原则，作为发展部指出，是规范政府机关使用的自通性产品，袂当使用中国厂牌，也袂当来自中国制造。另外，零组件是交予各采购机关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和伊朗是达成换犯人的协议，华府同意解除伊朗资金计共有美金60亿，所以双方再互相换转去5个犯人。全机飞到杜哈，美国驻卡达大使戴维斯亲自迎接。5位有上中国籍的美国公民拄则自德黑兰离开，将会经过卡达转去美国。因是美国政府同意解除伊朗被制裁冻结的60亿美金资金交换条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讲，这5位被关伫咧伊朗的无辜的美国人总算会当转去厝的。美国也释放5位关伫美国的伊朗人，其中2个已经到德黑兰，另外3个未转去伊朗。باشیم و این موضوع به حساب مورد اعل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 دوست در منطقه به طور کامل منتقل بشه و
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تواند به طور کامل به اون 由卡达做中人，经过长时间协调达成的罕见的协议，该档的60亿美金移动资金是美国在2018年制裁一部分。迄当阵，川普政府退出甲伊朗的核协定，资金在南韩被冻结。这边交换行动是不是有法度和两个国家意见无同的问题会当得到解决，也唔知。分别包括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对地区施加派民兵的支援、美军伫咧波斯湾地区的动作，抑个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过共和党批评，伫咧伊朗对美军抑个中东盟国的威胁愈来愈严重的时阵，美国政府安尼做是帮助伊朗发展经济。We've been focused on working independently to bring these Americans home. At the same time, when it comes to perhaps the number one issue of concer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program,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get a sustainable, effective result. 美国财政部门网站18显示，美国对伊朗前共和派总统艾马丹加甲伊朗情报部门实施制裁，相关措施是两个国家同意交换犯人。根据一项甲急切连接有关的美国行政命令所提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情报部门现有制裁的外加措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来关心秘鲁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这是一架客运冲滑落去20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上无24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当地市长是对外表示，事故的现场伫1个月前捌发生崩山，路是还未修理好势，若真正出车祸的原因正在调查。这台客运并落去山坎骹，规台车拢变形。乘客物件是压甲规死过，救援人员落去正架山坎骹救人。秘鲁一台自曼卡约市要开去曼塔市的客运，18暗在经过安第斯山脉曼卡维里卡大区时阵，滑落去200公尺深的山坎，造成严重的死伤。因为超速、路歹、交通标志无清楚，抑个交通执法无认真，所以秘鲁常常发生交通意外。顶个月伫同一个地区也发生一件意外，造成13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2019年秘鲁有4414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2022年虽然有小可较降，不过依然有3311人死亡。秘鲁的交通监督机构讲，这台客运有通过上新的安全检查，也有保险，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Hasta el momento hemos recibido 11 heridos. Estamos desde las 6:45 promedio recibiendo el traslado, ¿no? 当地市长讲，出代志的高速公路1个月前捌发生过山崩，路一直拢无修好，不过出代志的原因也是在调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伫北非上近的意大利是非法的移民要偷走入去欧洲的经过所在。偷渡船是清早发生冰船意外，16个时救援队阁对海面上救起来500个非法的移民。意大利南部即马有一个所在，即马非法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当地人。欧盟执委会是主席是去现场视察，嘛答应意大利的政府欧盟会斗相共。15只小船伫海面上铺一点一，总共有471名非法移民，其中包含205个囡仔，互救援队送往意大利。随上这款危险的画面，伫过去3年内底，伫地中海南部沿岸是逐工伫出现。对今年到即阵为止，已经有12万6000名非法移民进入意大利，而这数字已经是2022年的2倍。位伫意大利南部的拉姆佩杜萨岛，离北非的突尼西亚沿岸只有145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北非非法移民船只登陆所在。根据联合国统计，对9月11以来，已经有大约8500人，分坐大约200只船到这座小岛。礼拜移民超过岛上全部人口。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来视察。感觉真不满的民众也拢当场抗议。Ci stiamo riprendendo dopodiché spero che abbiano detto che per esempio noi e il sindaco mi ha detto, mo non lo so se era vero, però che è stato l'intervento più importante fatto su Lampedusa non più tardi di 2 settimane fa. Abbiamo fatto uno stanziamento di 50 milioni per l'isola per cercare una mano. No, vabbè, però è anche un modo sono i servizi, pulizia, cose, cioè anche questo può fare la differenza. Ci vuole la salute, la pace e la dignità. La salute, la dignità. Migration is a European challenge,
and it needs a European answer and solution. It is concrete actions that will bring change on the ground. It is only through solidarity and unity that we can achieve this, and you can count on the European Union. 冯德莱恩初步提出关于移民的处理计划，不过也讲，那欧盟对非法移民的限制愈来愈多，非法移民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严重，所以讲应该要提出阻止非法移民的对策。不过对着梅诺尼后任移民者大量进入拉姆佩杜萨岛，意大利及右派反对党的国民联盟领袖雷鹏也一直批评。 Perché guai a quei leader che non si rendono conto dei segnali di allarme, di pericolo che rappresenta l'arrivo massiccio a Lampedusa, un'isola di 6.000 abitanti dove arrivano più di 6.000 migranti in un'unica giornata. Guai a quei popoli i cui dirigenti, i cui leader non prendono immediatamente provvedimenti per far fronte a questa sfida gigantesca. 欧洲各国近年来接受移民的态度是愈来愈保守，而伫欧洲边缘的意大利被迫接受真侪偷渡移民，对当地经济甲治安拢有袂少影响。这也考验到欧盟未来安怎来处理这移民。公视新闻心得批编译。 镜头来去日本，日本受高龄化、少子化影响，即马小家庭较济。伫日本呢，国内有58趴的墓地拢无人去拜，这个墓园放伫遐趴远嘛无人整理，造成环境垃圾，即马嘛真做地方管理的问题。 石头墓碑倒伫一边，看起来已经真久无人整理。日本国内伫高龄少子化甲以小家庭为主的核心家庭发展之下，愈来愈侪墓无人祭拜清扫，正做孤坟。高雄市管理的市府营运公布，就有4成，差不多2700个墓地，获得做孤坟。赤い表示の墓所につきましては、無縁墳墓。 高雄市府表示，因为无相关政策规定，什么条件会正做孤坟，各地市府驻地单位只会当看是毋是有人参拜整理。立管理会也是申请人死亡的时间等等，家己判定，市府只会当公告，伫通知申请人一当了后，拢无收到回应。对甲墓地来做孤坟，也毋过因为确认甲剔除墓碑的工作真费时费力，相关的费用嘛真济，加上无法律规定孤坟伫什么状况之下会当互托管单位家己处理，所以市府只会当伫剔除墓地之前，甲骨骸摕出来，甲无人认领遗骸合葬，再甲墓碑堆伫墓园的上边啊。市の予算というのも限られたところ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どこまで踏み込んでいけるの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市全体としても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かとは存じます。 另外，少数私人也是地区村落营运的私人墓地内底，嘛有共款问题。每一档有1/3的墓需要当地村落干部协助整理，其中有人工超悬、技术过身的相扑选手的墓碑无人照顾，险险倒落来。最后，村落居民协机用启动机甲墓碑放平。日本总部府统计，全国765个地方政府有58.2%，等于是445个地方单位的公墓甲立骨塔拢有这个问题，毋但有倒去甲人地上的危机，这位树啊无人管理，环境嘛会恶化，加做各地方驻地单位管理的真大问题。暂时总务府嘛要求厚生劳动省针对孤坟的问题提出规范，嘛支援地方政府来处理。公视新闻台是唐平耀。咱继续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是对外宣布，伫前线的巴赫姆特因收获几纳个砖仔头。不过，即马美国的参谋首长米利对外表示，照目前的办势来看，乌克兰想要甲俄罗斯的军队全部拢赶出乌克兰是一大挑战。 乌克兰部队17表示，经过几啊个月激烈对战，成功为俄罗斯军队出动，夺出克里斯基夫卡村这个村位于俄军占领的巴赫姆特以南。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村安德里伊夫卡也有一名乌克兰的士兵飞去树顶，佮将乌克兰的国旗插起来。乌军南部发言人叶夫拉什证实收复这个村的消息，佮表示收复克里斯基夫卡对乌军包围巴赫姆特有帮助。 А особливо відзначу сьогодні воїнів, які крок за кроком повертають Україні своє. Кліщівка, молодці.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克里斯基夫卡村方解放，因为敌人犹原想要夺回失去的所在，所以规工乌军拢也咧坚持抵抗敌人的进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表示，虽然乌克兰反攻行动无失败，几乎将俄罗斯部队赶出国境这个更加大的目标有非常悬的底线，强调乌军也阁有大量的战斗能力。另外，挺进南部海岸甲收复马里坡顶，米利表示。
家己无想要做出有切。广西新闻黄慧玲编译。俄乌战争拍超过东半，战争破坏基础建设，乌克兰是哪小战哪中建，想办法让人民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中建的脚步拢无停过。今仔日行入世界的边界，俄乌战争系列报道，台记台采访团队亲入战争的前线，带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爆炸市，来关心因中建之路。战争超过东半，而且乌克兰的东部、南部犹原战事冲突不断。不过，这些所在拢已经会当正常生活，开始中建的工课。加入基辅、加利沃夫这个大城市的市中心，民众伫街仔路散步，店头嘛正常的营运，艺术表演活动嘛照常演出，气氛并无当初强轰炸的时阵遐尔紧张。虽然伫乌东甲乌南的前线，目前也拍拼伫反攻当中。不过，乌克兰政府甲民间单位嘛早就已经开始进行中建工课，亲像战争的初期，拄到大屠杀的爆炸市，市区的建设嘛小连续开始重新整理甲修复。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моє місто було звільнено нашими збройними силами, як після великого пограбування, якщо хочете, навіть після гвалтування, хочеться все змити, прибрати, щоб нічого не нагадувало, тож так само і містяни мого міста. 伫乌克兰南部前线附近的城镇，因为地理位置甲距离等等的因素，表示常常拄着轰炸进行，中建的速度就比较多真紧。现在要扣罗西亚军方占领6个月赫尔松，这离基辅真远，不过确实离危险真近。就算为去年9月、10月，小连续扣乌克兰军队收复，不过赫尔松的居民到今也无法度行出创伤。 Ну, я не згодна з цим, тому що в нашому сел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хочуть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дому, але не можуть, бо нема куди. І ми своїми силами намагаємося відновити це все, але коштів на це в нас немає. 在世界各国的协助之下，乌克兰当重新站起来，为外国送入来资金甲资源，启动社会协作的项目，确保关键基础设施会当正常运作。战争虽然夺走人民的性命。 不过，乌克兰人化悲伤为力量，勇敢捍卫民主的自由甲价值。You know what we learned over some time? The freedom is not free, but once you fight for it, you can win it. So then your kids would not have to fight for it, and this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would not be fighting this wa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win it once and for all. 一台一台的战车，展示伫个基辅的独立广场，就亲像人民伫甲罗西亚讲：“阮永远袂放弃，阮会得到胜利。”记者吴丁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再来，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联合国大会议场边，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见面，是讨论美中关系对全世界的重要性。根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是表示面对面的外交是处理两国意见不同上好的方法。那韩正是对外表示，中国希望两国会当有共识，来推动两国的关系稳定发展。继续关心德国的外交部长顶礼拜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伊讲到俄乌战争的时，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讲习近平是独裁者。北京虽调遣德国驻中国的大使，表达中国强烈的不满。继续关心进程，G20峰会伫印度开会的时，印度的总统伫请假道的贴吧内底讲家己是波罗岛总统。目前印度的国会当地召开特别会议，外界拢关心讲，执政党敢会临时提案，把印度的国名改做古文的波罗岛。最近有要去泰国的乡亲坐飞机进前要注意，这是泰国万国航空对外宣布讲，人客上飞机进前拢爱先磅体重，讲是为着飞行的安全。有专家表示，其实进前旅客去柜台报到的时，地勤人员就会看旅客差不多偌重来安排座位，拢是为着要让飞机会当平衡。
泰国万国航空则是公布，为了遵守国际民航组织 ICAO 飞行安全的标准，伫9月到10月，针对旅客甲行李称重，表示除了行李，旅客登机前拢爱称重。除了万国航空以外，包含大韩航空、纽西兰航空，其实拢有实施伫部分时段，请旅客登机前爱量体重。原因就是为了计算飞机起飞时阵的重量。其中，大韩航空也声明旅客有权拒绝。如果是对那个大众运输是有益的，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大体上的考量，我是可以配合。可以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啊。看航空公司看怎样决定，我们配合就好了啊。根据外电报道，国际航空公司请旅客量体重是避免飞机载伤重，有助飞行安全甲效率。这个数据拢会保守秘密。航空公司希望旅客一同配合。航空专家也讲，国际民航组织有明确的规范，无共机型的载重，其实地勤人员拢会伫旅客报到时阵，用目睭看来安排旅客的座位。这个做法已经实施真侪年啊。通常大部分都用作目测来处理这些相关的载重平衡的配置，但是因为近期油料上升，而且出国的旅客日渐增加，所以开始会有实地的用体重机来量体重或课征肥胖税。专家分析，部分美国籍航空甚至无允准乘客自由选位用位位来平衡机舱的重量。美国交通主管机关也以安全理由认同这个做法。但是咱国际航空是不是原来安尼做，要求乘客都爱量体重？华航甲中营拢表示会定期配合国际民航单位进行旅客标准重量的评估作业，来确保飞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即马台南的天狗热病例已经超过7000例。有专家就表示，照8当前的经验来看，这1、2礼拜是关键期。所以疾管署有专工去台南成立真正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一军兼队长，会伫台南固守1个月。工作人员拍拼喷药啊，另外一边有人监控触电敢有积水。疾管署资料显示，到18下晡3点前，台南市本土天狗热的病例7210例，是全国天狗热上严重的所在。环境部长谢富成下晡专程到南区视察天狗热防治状况。将近1000万的一个经费的一个缺口，希望环境部可以给予帮助。那这一点我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环境部会给予全力的一个支援。市政府话讲欠经费买物资，环境部承诺专业协助。台南伫2015年，捌因为天狗热大流行，一年累计有2万多例。迄个时阵担任卫生局长的安南病院院长林胜铁讲，今年台南的状况甲当年正共，照伊的经验甲统计数据来推算，这1、2礼拜是疫情变化期，建议目前确诊数较少的所在，派员到热区了解状况，才会当及时因应。历史的痕迹是11月中才会到最高峰，但是在104年的时候，我们是到了9月中就回涨，就是这时候，所以我觉得这2个礼拜最重要的。林胜铁认为，加号烧话是这届团开的主要原因。为咗确诊者镜头无明显，唔知感染看区工作，中央爱量早介入。除了环境部，疾管署18正式成立前进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一军兼任队长。连假会有很多群聚烤肉，以及就是可能南来北往会有出游的情形哈，我们都担心说会不会容易让这个民众到户外，增加被这个蚊子叮咬的这个机会哈。罗一军讲，工作队20多个防疫成员，大家拢会分组到重点热区视察。中秋连假确实是这届防疫重要的大关。这礼拜台南差不多无落雨，对生态园的清除防治是好代志，一定要注点1个月，避疫情会当消退。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奥多巴出车祸事故，逐年拢在增加。根据审计部的报告内底，因认为主要是因为骑奥多巴的人无安全甲保护的概念，嘛认为讲这考驾照考试的题目拢无解过。专家即马就建议讲，这部分爱整体做改善，包括考试、训练、考驾照，还有管理，拢爱做一届检讨。崔友萌真细致将机车骑入考场，只要一个无注意，造成轮胎对着线，警报声就响起来，随风扣分。无论是7秒地线平行驾驶、斑马纹行人线停止、2段熟悉弯顶，拢是机车路考爱考的项目。不过，根据审计部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主要调查原因拢是骑机车的人欠安全甲防护观念，认为事故率偏悬，也甲机车路考的方式有关系。
那进一步甲日本机车驾照测验场地考试项目一比较了后，更加显出台湾考照方式较简单。像中间转弯的部分吧，因为来回转的话，自己紧张的话还会转来转去，很怕就是会脚踩地。本来就会骑啊，对啊，蛮简单的。根据交通部统计，机车交通事故件数甲死亡人数已经连5年是全国10大运区之首。今年1到6月，机车死亡人数998人，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569人的64%。专家认为，交通部最近几年虽然有修法，不过并无改到重点，确实有必要全部检视驾照的训练、考照、管理机制。它的检验很粗糙，看说你有没有摆头，可是摆头要看什么东西？教了吗？有没有办法检验？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上路需要多少的动作？我们在10月底之前也有做一些，你要有一个辨识答对的一个门槛，比如说5题，你要答对4题才可以往下预约。那假如一直都没有答对，你至少要看15题。我们在城市设计里面增加它危险感知的一个意识。公路总局表示，最近几年一直提升考照难度，机车考照通过率也逐年落低，已经为过去的6成到瓦5年考照通过率只有48.49%。今年3月开始，民众伫有约机车考照，也爱伫机车危险监知教育平台看各种路况影片作答。处理驾照了后，也鼓励到驾训班参加道路安驾训练，除了提供补助，也会当就此有效提升学习安全驾驶观念，甲实际上路的技能。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唔拿囝生少，而且即马连女性生囝嘛是愈来愈侪岁才生。去年平均是32.42岁才生头一胎，若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嘛有超过3成，安尼有可能会增加生产的风险。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伫花莲嘅安乡，伫今年3月份开始，因为推出生囝的补助计划，才实施半冬，已经有200个红婴仔出世。台湾生育率继续落低，去年111年新生児人数只有13.8万人，创史上新低。有一寡少年人认为生活经济压力大，甘愿一个人唔结婚，还是就算结婚也唔生育囡仔。薪水也没有很多，反正就是觉得结了婚之后，若是有小孩，可能你的生活品质就不会很好。为了鼓励生育，花莲吉安乡今年3月推出生育补助计划，只要生一胎就会当得到1万补助金。那加上政府生育补助就有3万，想要到半年来，已经催生出第200名新生儿，拄好甲第199名婴仔是上生啊，乡长特别去祝福。吉安乡成为花莲县出生率第1名的乡镇市，我们相信在飞跃的吉安、缤纷的吉安，要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福利。也毋过，大致注意的就是民众生育年纪继续提升。去年131年，女性生育平均年纪是32.42岁，生育第一胎平均年纪是31.43岁，拢比前一年增加，其中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比更加是超过3成，更加增加孕妇早产、加胎児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因为高龄产妇可能染色体异常比例，假如25岁跟35岁来比，可能就多5-6倍以上。好，那所以就变成要做羊膜穿刺啦等等这些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医师提醒，有生育规划翁仔某应该把握25到34岁上好的生育年纪，过落实定期产检，降低高危险有新的风险，共同守护妈妈甲婴仔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政治大学因为学生囡仔宿舍面床无够，所以这学期因甲华南新村的宿舍改做学生的临时宿舍。22栋2层楼悬的厝，有4人房、5人房，一户会当住8人至10个人。若平均一个人一个月，这细厝的租金才2500尔是真俗，也毋过是真恶抽。这个宿舍真特别，是查甫男做伙住，这嘛是咱国内大学的头一例。红砖壁环境清幽，平常人无济。这是正大的华南新村宿舍，过去提供予学校教职员使用，也毋过因为原本有1200个床位的总建华社，却因为这份兴建案用地交予财运局，所以这几栋古典的老宿舍征收了后，都变成学生的中介宿舍。之前有朋友去申请，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早找到外面的房子，所以后来就没有这样。但我周遭好像有蛮多人去申请。他本来是在基隆啊，或是南部来台北的话，那这里有多住的地方是相对比较好的事情。
这22栋相并式2层楼房，有2种房型，4房型大约32平，每栋住8个人，每户贵租金2万；5房型大约36平，每栋会当住10个人，每户贵租金2万5，等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租金2500。当初开放37组申请，因为租金俗，中签率无够6成，加上有同学家己找室友，同齐承租，开放男女人咧住，也创下国内大学先例。然后也曾经想过说要把这个就是设置中心，然后改成这个宿舍。好，可是就是说都是其实是蛮麻烦的，应该对学生有一些信任。好，就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把他们想成说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又不是幼稚园小孩。政大教师认为，各栋由学生主题管理，加上拢是大人啊，应该给予一定的信任。那根据了解，政大会伫校内兴建新宿舍，有计上紧2026年完工，完工了后会当提供1800个床位。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咱镜头来高雄。高雄的招庆湿地这几冬因为外来种的气候、泰国高台入侵，影响咱台湾的原生种，所以即马高雄市野鸟学会就鼓励爱钓鱼的人会当来遮钓外来种的鱼啊。钓客手提着鱼钓啊，甲鱼竿弹出去，无偌久时间就掠着鱼啊。钓起来只只就是危害台湾原生种的泰国鱼好，早前那么地出现包括泰国鱼好、高带甲乌龟鱼等等外来鱼，所以高雄市野鸟协会今年利用钓鱼证的方式来开放钓客到3天来掠外来鱼，短短1个月时间就钓到14只外来种的鱼啊。是举办钓鱼证的话，它是一个课程，然后再马上经过考核。那如果只要通过的朋友都可以核发钓鱼证。那有了钓鱼证之后，就可以凭证来湿地这边依照我们开放的时间进行外来种鱼类的移除。其实这几年各地拢有外来鱼种的困扰，因为外来种的鱼啊，会将原生种鱼啊也是鸟类，会破坏生态。为了保护那么地内底原生种，钓客拢会准备架鱼竿来钓，袂破坏生态。钓鱼用的生饵，基本上有些都是用化学物去调制而成，所以它其实对水质的污染是蛮严重的。然后也有可能让一些原生种的鱼身上沾染那些味道，反而被一些外来种的鱼吃掉。这样，这项钓鱼证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实施，能提出报名，当做22位钓客通过，才有钓鱼证。平常时就当有有钓鱼，因为效果袂歹。高雄市野鸟协会按说明年阁会继续办，毋忙会当移除外来种，维护生态平衡。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咱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湿地种的人口嘛对咧增加。嘉义县的卫生局对2020年开始有推动湿地友善社区，伫闽乡六卡绿草成立据点，而且有训练老师，佮邀请各行各业甲行政机关来建立湿地较好的安全环境。湿大伫台顶连4几年，提醒民众爱注意湿地的状况。嘉义县鹿草乡是县内第3个成立的湿地友善社区营造点，要伫遮训练甲邀请民众加入湿地友善经济老师，做伙来建立湿地正确的照护环境。我来上课了吼，从中学习足济，就要安怎来关怀老人，要安怎来设置这据点。我感觉这对咱的老人做有意义的。因可能伫咧买物件，也是讲行路当中有可能会迷路这种状况，咱的药局附近的一寡店家，都有当成为协助他们的一个力量。现场有替湿大准备刀啊耍的教材，佮训练湿大做关注甲大家安怎耍，或湿大伫耍的过程当中学物件减重头壳，减慢湿地的速度。有咧用头脑吼，气质加做好诶，来遮上课嘛真快乐，佮交遮侪朋友。培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一起来做留意。你有看到有这样疑似的个案，都可以来做看问留播，也就是说多了解一点点，然后观察他一点，关心他一点，有必要也要协助来做报警。卫生局表示，嘉义县18乡镇当中，有15个乡镇的老人人口将近20%。目前已经招募5500外位民众来做湿地友善的经济老师，甲300外的友善组织，希望会当来建立友好的湿地友善社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关心5三连奖创立到今已经45档，计共有60个咱台湾的作家摕到文学奖。5三连奖基金会伫2021年的时，因为申请国际会补助，因要访问11个70国会以上捌得奖的作家，即马已经出一本5三连奖文学家的故事，要甲这个作家的人生故事和因的文学作品全部拢记录落来。5三连奖自1978年创立，一届一届得奖者等于是乡土文学论战以后的台湾文学史。愈来愈侪资深的作家逝世，5三连奖基金会按2021年开始去访问超过75岁以上的得奖作家，第一阶段先甲11位作家的作品和故事出版政策。把这些得奖人的故事编绘成册，因为有各位的作品跟创作，把台湾的艺术界推升到更高的层次。那也丰富了台湾的历史跟文化。伫即届出版的5三连奖文学家的故事当中，有第一届的得奖者陈玉熙，也包括工人文学的先驱作家杨清楚。伊毋若写小说投入党外运动，嘛因为感慨台湾人哪来袂晓讲台语，发起台华双语教学运动。伫1992年出版台华双语书典。另外，也有大家拢诚熟的乡土文学家高升，也佮有用摄影和写作关怀生态的荒野保护协会创办人池仁修等等。受到疫情的影响，前后3档才完成，其中白秋今年初过身，也那是认真形态是身体欠安无访问到。林亨泰先生哈，也就是我父亲，因为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获得这个5三连奖哦。那这次的这本书呢，就是访问了过去的这个得奖者哈。那所以当然当中也应该是包括我父亲了哈。不过因为去年因为还在疫情的关系。然后他年纪也大了，所以就没有收录他的这个部分。基金会希望透过这本册，会当保留珍贵的台湾文学史料，鼓励未来的文学创作者。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张玉瑞台北报道。未来的变衫款是真歹按算，亲像这印度的明里就有一个散车的查某囡仔，伊伫3档前的时出现伫好莱坞的演员所翕的旅游影片内底，嘛因为这个影片全改变伊的人生。伊即马变做是 IG 的网签，有37万的迷众咧甲斗支持，即马阁有厂商来找伊拍广告，伊嘛因为安尼改变因兜经济环境。印度媒体以贫民窟公主揭露超级 model 形容15岁的玛丽莎卡瓦，用伊为名的 YouTube 频道有81000个订阅数，底片上侪有356万次的订阅数 ，IG 的追踪者更加是有37万6000。3年前，玛丽莎甲父亲住伫蒙北海边的贫民窟，破厝内底堆完粪扫，把流的时阵，人伫厝内坐，海洋直接冲过来，无一块所在是大的。也毋过，当好莱坞演员罗伯·霍夫曼来遮旅游，意外翕到玛丽莎的时，伊伫镜头前自然大方开朗的模样，得到霍夫曼的心，所以伫社群媒体替伊成立募款网站，改变玛丽莎一个人的人生。I feel good because in camera I look different, in real life I look different. 印度总人口有我3成是捌字超过2亿人生活伫散赤线下面。中世制度的全面改善，确实是真歹翻身。也毋过伫网络拍开知名度了后，玛丽莎毋但成做印度版大都会杂志的封面人物，今年3月也成做印度化妆品牌奢侈品牌。Horus Essential 的大经纪人，一个人也为贫民窟搬到有自用热经仔甲自来水的一间公寓。My life it means I feel I'm very happy of myself that before I used to stay in a hut, but now I have a nice house for myself, and now I will take a very big house for my family on rent, and I'm excited for tha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从前有听过麝香猫咖啡、鸟屎咖啡，也毋过敢知影，伫巴西即马嘛有一款鸟仔屎咖啡。伫巴西过来1公斤卖到新台票7000块，送去英国伦敦高级百货公司，顶头的标价54000。这是巴西东南部的卡莫辛咖啡庄园，也是巴西第有鸟类乌卡提家的栖息地。真正咖啡的人甲乌卡提家建立特殊的连结，合作sản出巴西真特别的鸟屎咖啡。Só que melhor você vai achar mais assim entre os trocos, porque se você for caçar entre as folhas, geralmente você pisa em cima, então demora muito se achar. Então se for nos tocos,
乌卡蹄鸡原本互真侪人头壳真疼，因为伊的体型真大只，毋但食了足肥，也会破坏胃里。一直到咖啡庄园的主人去一段1年，对香料咖啡得到灵感，有时互正经食的乌卡蹄鸡食到庄园内底上好咖啡豆啊，因放出来更加是精品。Jacu gosta muito de ficar nessa região porque é uma região que é muito protegida, é uma região que é orgânica, é uma região que é biodinâmica. A gente não usa química, não usa produtos transgênicos, não usa nada. É 100% natural. Então o jacu está dentro do habitat natural dele mesmo. 由于每年产量有限，蕉色咖啡自然真稀奇、真贵。猪巴驶过来1公斤卖224块美金，超过大票7000块。出口到国外，技术更加惊人。像伫英国上高级的哈罗德百货公司，1公斤能卖到1700块美金，大约是54000块大票。Muito curioso a história do café, o processo de colheita, tudo. Muito curioso. 蕉色咖啡听讲口感甘甜，有一点点啊杏仁腰果的香气，风味特殊，加上趣味的制作过程，互这款巴西特有的咖啡受到全球未少消费者喜爱。公视新闻江梅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在金桥会当话，也有客人来当波。